现在要来介绍最后一个节目，这个节目就是戏曲快闪，咱爱欢喜做歌戏。你看看他们在上面了，你也知道他们是做科12年，赵武连这久的功夫，在台上打得这么漂亮，大家有欢喜不？他们真的是很棒很棒，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20岁。但是他们在戏曲学院的歌仔戏已经学了，应该有12年了吧？他们是做科12年，照这款的成就，所以来很就荣幸的来到湾区，把他们最好的一面传承给大家看。希望大家会当欢喜看到这出的来今仔日来家表演的这个歌戏。现在我们就是要把最后这一段的戏曲欢喜做歌戏。等一下，好，请各位。